等来到新闻的现场来看到这个告示牌，写机车乡亲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害人三无头涨。这是标了三义火车头这个奥多麦停车场，因为规工拢有奥多麦出入，这个声音乒乒叫，真吵人气。三义乡公所特别采这个告示牌提醒大家，结果写讲这个机车乡亲袂输讲人歹溜俩，搁一开引起争议。 机车卡剩济啊，这个放物件箱啊，安尼开来开去，都会一直有蹦蹦叫的声音。从透早到暗时啊，逐工拢安尼。住伫咧边仔的人感觉真艰苦，听到心肝头对咧蹦蹦叫。发车时间是6点就有车了，然后到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车，这期间每个小时都有火车，然后每天都有这种盖车厢的噪音，还蛮困扰的。这是三义火车头附近奥多麦的这个停车场。 经过居民的反映了后，公所阁特别来甲采这个告示牌啊，提醒机车骑士都要较注意咧。不过这个告示牌啊顶悬的标语，煞来引起这个争议。我看很正常啊，不会念吗？你怎么念？机车相亲请配合。机车相亲请配合啊！就是这句机车相亲，你敢有感觉倒位无对同咧？机车相亲啊，对啦。机车相亲嘛。原来这个机车毋是迄个机车，哪会安尼一句讲阁袂晓话？即摆少年人讲一个人真讨厌，真恶哩溜落，就会讲这个人真机车。即摆乡公所好意来提醒这个机车骑士，想袂到煞来引起争议。毋过嘛，因为安尼来牵上媒体的版面，煞成功来达到另外一种宣传的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